嗨，大家好，今日我哋直接入正題，一齊嚟探索一份幾吸引嘅文獻。我哋會透過呢份資料，客觀咁分析基督教信仰入邊最基本嘅框架，即係祈禱背後嗰套好嚴謹嘅運作機制。唔理你本身有咩信仰背景，呢趟探討都會非常引人入勝。你知唔知呢份文獻一開頭就毫不避諱咁拋出呢個直擊靈魂嘅終極拷問？生命真係只係一場隨機爆炸咩？定係背後仲有更偉大嘅目的？呢個關於存在主義嘅提問好巧妙，因為佢即刻就點出咗人類生存嘅困境。我哋究竟點解會存在？而呢一份文本正正就係為咗解決呢一個困境，俾出一套好有結構嘅答案。好，咁我哋直接睇下今日嘅重點路線圖。首先係釐清祈禱嘅目的，跟住了解對恩典嘅渴求，然後呢，探討咩叫透過中保祈禱，再睇下幾時同邊度，最後我哋到底應該求啲乜嘢？基本上已經涵蓋咗呢個信仰體系入邊嘅人、事、時、地、物。首先第一部分，祈禱嘅目的，我哋要先搞清楚，當文本講到祈禱嗰陣，即係到底係乜意思？文本入面嘅定義其實好直接㗎。簡單嚟講，祈禱就係將你嘅諗法同說話指向神，唔係淨係用把口講下咁簡單，亦都包括你喺腦海入邊同神對話嘅過程。呢個就係成個運作機制最基本嘅起點。但令我有少少震撼嘅係，文本將呢個概念推到一個好極致嘅層次。佢話喺呢個框架底下，如果一個人唔祈禱，佢喺屬靈上根本活唔落去。冇錯，就好似肉身需要呼吸咁，喺不可或缺嘅文本入邊舉咗聖經中掃羅嘅例子。佢一聽到神嘅聲音，第一時間就即刻開始祈禱。換句話講，祈禱喺呢度唔係加分項，而係生存本能。跟住嚟到第二部分，對恩典嘅渴求。呢個就帶出咗點解要祈禱嘅背後原因。成個神學框架其實係建基喺一個大前提之上，即係人類由亞當同夏娃開始，主動將神推開咗。原本喺樂園入邊嗰種完美嘅親密關係就咁樣破裂咗，留低咗一道巨大嘅鴻溝。所以恩典呢個詞喺呢個體系入邊會擔當一個絕對關鍵嘅修復角色。為咗將呢個有啲抽象嘅概念具體化，文獻就用咗一個超生動嘅故事，叫做里卡多嘅預言。你可以當佢係現代版嘅浪子回頭。里卡多攞咗爸爸啲錢就離家出走，一路揮霍到一乾二淨。當佢走投無路嘅時候，滿心慚愧咁返屋企嗰陣，你估點啊？佢本來以為會即刻俾人狂風暴雨咁鬧，係咪？但結果完全相反，佢爸爸唔單止冇嬲，仲張開雙臂原諒咗佢。呢個故事真係完美咁捉到恩典嘅核心，強調上帝真正想要嘅其實好簡單，就係人類誠實坦然咁返去求寬恕。了解咗點解之後，我哋進入第三部分，透過中保嚟祈禱，嚟睇下呢套體系規定咗啲乜嘢嚴格嘅接觸規則。而家呢度真係幾有意思。文獻用咗一個皇宮嘅比喻，你諗下，你梗係唔可以着住休閒衫，冇預警咁直接衝入皇宮去搵國王傾偈啦。呢個絕對唔可能。你要先去見官員，着翻正式啲嘅衫，仲要成日口口聲聲咁尊稱陛下。同樣道理，文本話俾我哋知，當你想接近呢位神聖嘅造物主嘅時候，你都要帶住呢種極度深切嘅敬畏心。因為人類充滿缺陷，而上帝係絕對完美又神聖嘅，兩邊根本冇辦法直接連接，所以你需要一位中保。你可以將佢想象成皇宮外面嘅守衛，呢個係必經嘅官方渠道。文本特別點名，耶穌就係負責居中協調嗰位，幫忙將人類嘅祈禱傳達俾上帝嘅中保。咁具體應該用咩態度去祈禱呢？文本用兩個人嘅對比嚟說明，一個係超愛面子嘅法利賽人，企喺最前面，噼噼啪啪咁同上帝炫耀自己做咗幾多好事；另一個就係謙卑嘅稅吏，縮喺角落，低住頭，淨係求上帝憐憫。
呢個對比真係一針見血，佢清楚咁話俾我哋知，上帝根本唔受嗰啲傲慢自誇嘅推銷套路，佢只會聽嗰啲發自內心、真誠謙卑嘅祈求。跟住係第四部分，幾時同邊度，即係呢套信仰喺實際操作上嘅細節。呢組對比好準確咁傳達咗文本嘅核心要求。你睇，一邊係嘈到爆、令人分心嘅城市街頭，另一邊就係靜到好似同世隔絕嘅森林文本，好強烈咁建議實踐者一定要為自己揾一個所謂嘅內室，即係一個安靜嘅、完全冇人打擾嘅私密空間。畢竟要將外面啲噪音完全隔絕你，先至可以真正專心。咁時間呢？其實雖然你隨時隨地都可以祈禱，但文本特別強調固定時間嘅威力，無論係食飯前嘅感恩，抑或好似聖經入邊嘅但以理咁，每日雷打唔動咁祈禱3次，點解要咁樣安排？其實就係驚大家喺每日忙到亂晒嘅日子入面，一唔小心就會忘記咗自己人生嘅初衷同目的。最後講到我哋第5部分，亦都係好多人最好奇嘅一點，我哋到底應該求啲乜？呢部分真係好有意思，段文字直接將耶穌親自教導嘅主禱文拆解開嚟，你會發現佢其實係一個邏輯超嚴密嘅3步走模型。第一步亦係最重要嘅，先將焦點完全放喺尊崇神聖嘅旨意上，然後第2步先開始提出我哋每日好似食物、健康呢啲屬實嘅生理需要。最後第3步再返去精神層面，求赦罪同埋遠離邪惡嘅保護。你睇，呢個係一個好清晰，唔可以亂次序嘅優先次序。不過呢段文字喺呢度俾咗一個超直接嘅警告，聽實啦，上帝唔係自動販賣機，佢用咗一個好生活化嘅例子，就好似一個細路女，好似個細路咁，成日嘈住要媽媽買最新款嘅設備一樣。現代人好多時都不知不覺咁將祈禱變成一張自私嘅購物清單。但係文本強調，我哋祈禱應該係為真正需要嘅嘢，而唔係為咗滿足無窮無盡嘅物質慾望。咁就帶出咗我哋今日呢份文獻解釋最核心嘅精髓，就好似《使徒行傳》入邊嗰句好有力量嘅說話：主啊，你要我做乜嘢？喺呢個基督教框架入邊，祈禱真係唔係喺度開條件，要求神幫你實現願望。完全相反，佢係一種主動嘅追尋，為咗令自己嘅生命去順服嗰個更高層次嘅神聖旨意。呢種係一種徹底嘅臣服同轉向。而家我哋今日嘅解釋就快進入尾聲，我想留俾大家一條小小嘅思考題。無論你而家有冇任何宗教信仰，如果我哋將頭先探討嗰種深層專注同省思當成係維持內在生命嘅呼吸，咁就試下回想一下，喺你每日忙到焦頭爛額嘅生活入面，你係咪都為自己保留咗一處安靜嘅內室？你自己內在生活嘅呼吸節奏又係點樣呢？希望今日嘅內容可以帶俾你一啲唔同嘅啟發。我哋下次見啦。